今日开始，这亚洲生技大会现场展现真侪新技术的运用方式，亲像国科会有补助病院开发的3D 立体影像类视镜，互医生开刀的时阵通好抓距离，手术会当更较紧。也有病院运用 AI 技术侦测住院病人可能去治疗困火症的机会，医生也通好提早警戒，避免情形来恶化。 透过微创手术，病人开刀空喙通较细，偏传统手术较袂疼，复原也较紧。微创手术爱透过内视镜，医师才通看到身体内底的状况。但是传统内视镜是2D 平面影像，都要靠医师的经验抓距离。在国科会补助之下，秀团病院团队开发3D 内视镜系统，帮助医师开刀。 那平面的画面通常对于深浅度的感觉其实是比较没有的，那所以医师常常要花很多时间去熟悉怎么在平面里面去找到那个跟器官并照深浅度的感觉。他利用软体把原本单颗镜头的2D 画面呢，透过软体演算法之后变成3D， 它就变成立体的。他看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远近，所以医师在执行手术的过程当中，他的速度就变快，而且更安全。国科会补助的智慧医疗产学列面计划，其中有侪团队拢伫2月开始的亚洲生技大会展出，亲像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嘛运用 AI 技术，透过会议计算住院病人着困火症的机会，互医师提早预防，避免病人状况恶化，变做败血症。伫进血症的时候，你无紧的用一寡抗生素来做治疗，你到时就变成咱讲的败血症，就这器官拢会造成一些影响。啊，这个时候也致死率、死亡率就悬嘞，伊比癌症的死亡率更较悬。 透过进步的医疗技术，唔但通降低病患的死亡率，也增加医师手术的速度甲方便性。这挂技术拢伫亚洲生技大会展出，展现台湾的医疗实力。现场也有农业部、卫福部等其他部会参与，展示各领域上新的生技技术。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